第4天，沙特阿拉伯的什葉派。主啊，你捨己嘅愛係何其偉大，何其宏闊高深！我哋又藉着你得以從水和聖靈而重生，能夠進入神嘅國。求你將呢份福樂同樣分俾喺沙特阿拉伯嘅什葉派穆斯林，讓佢哋當中正尋求真理嘅，可以藉着聖靈嘅引導，得以經歷你嘅大愛，叫佢哋無不用口同心去承認你，叫你嘅教會就係咁樣被建立起嚟。我哋又為沙特阿拉伯嘅宗教政策禱告，願神親手鬆開一切捆綁人去追求真理嘅政策，讓人得以尋求到真自由，又讓喺當中屬神嘅子民縱然處於弱勢，甚或受逼迫，但仍然得着神嘅祝福，不受嗰啲政策嘅轄制，能夠自由地交通。最後，我哋求保惠師逐一引領當地嘅什葉派穆斯林喺壓迫中遇見真光，得蒙拯救，得以喺佢哋嘅群體中分享基督嘅救贖。以上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